係冇邊一位能夠相比。試過令我哋會有一啲嘅體驗嘅經文啊，我哋用體驗嘅方式一齊同讀啦。經文已經打上去上面啦，頁幕上啦，我先讀。神啊，求你為我做清潔嘅心，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嘅靈。不要挑剔我，使我離開你的言，不要同我收回你的聖靈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來，賜我樂意嘅靈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我發的人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嘅公義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張開，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。你本不喜愛祭物，若喜愛，我就獻上；燔祭你也不喜悅。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，神啊，憂傷痛苦的心，你必不輕看。求你隨你嘅美意善待錫安，建造耶路撒冷嘅城牆。那時你喜愛公義的祭和燔祭，並清潔的燔祭。我哋讀經到度，只不過我哋有詩班嚟到去歌頌，詩班要獻嗰首詩叫做《義水充滿洋海》，我哋